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上礼拜我们报道的菊黄的产业市场单一的危机，致使菊黄卵产量太多，其实石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。我们玉石斑的面积同产量前几年价为一批高价，产出超过80亿元。除了部分在国内卖，价格如是外销，99%以上如是卖去中国同香港。是为台湾创业一年为2亿美金的外汇，也是两岸党恶法签署到注意的产业，人工是台湾之光。没想到去年的意思，卖去中国青岛的长石斑已经比唔过中国大陆的龙虎石斑呢。大陆的龙虎石斑个价太个唔会不平，又个好价，又比龙蛋石斑个少。是知道台湾的长石斑呢外销量变少，又落太价。韩国大嘅危机係明年正月的意思，會買去大陸嘅養殖場，會登記做合格廠，能使得現時合乎標準嘅一等少，大多數如目前開始做。台灣石斑養殖業嘅前途，韓國本人受理。珍珠啊，蘭花溫度一。陳啟凡將水之都嘅珍珠石斑留起來，一條石斑再用3-5班運船載到中國大陸。所講嘅珍珠石斑，大陸很多龍虎斑係用公嘅龍蛋石斑同埋虎斑拆搞出來嘅，假使頭龍蛋石斑同長斑之間。按多年來，大陸見學見多，將台灣長斑打綁起來。陳啟凡喺進到家鄉，設定學石斑嘅天意台，可能今年長斑假使按唔好，新冠頭都當機。我們高雄、永安以北都有做到航海，屏東並沒有收到航海，可是為什麼價格並沒有因為這樣波動很大，調高價格呢？也是一下子台灣一線又回到低迷的狀況。為什麼？大家會想說，大陸不是死了很多嗎？我跟大家講，大陸確實死很多，死了難以想象很多。可是呢，他們存活了也很多，也是我們難以想象的。目前我們看 FAO 的資料的時候，有沒有大陸的生產量已經在103年、104年的時候已經達到88000多公噸了哈。那我們是26000公噸。大陸的石斑魚的需求量大概在10到15萬噸左右。照人數統計，台灣玉石斑面積大概2000公頃，一年出得到26000公噸的石斑魚，其中大概17000公噸出口去大陸。不過大陸海巡玉石斑見學見多，尤其係到海南島，還有福建海巡，按算今年產量強跑超過9萬公噸。大陸政府特別支持石斑產業，兼發展養殖技術同設備。台灣養殖業者係講頭層層嘅見學，使唔了解客人對數嘅自信，怎樣轉型同應變咯。我們從來不知道我們市場在大陸那邊的變化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了。目前就了解大陸地區養殖的範圍、產量越來越大。所以說，在這資訊不對的狀況之下，大家還是一昧的在做這個養殖青斑也好這樣的一個投入，可是卻沒有發現大陸那邊已經在追上了。那我們的生產量如果沒有加以預估，或者是跟其他國家取得平衡，市場也不可能平衡，那到最後一定會供需失衡。那這個供給不是單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的生產。也係養殖石斑呢，唔單將台灣同大陸，還有越南、馬來西亞、泰國同印尼，一到東南亞國家。問題係一到國家石斑，單單未賣到中國大陸，唔一數也加強檢討，包含生產、加工、運銷同組織，希望同養殖戶聽了解一下市場情形，而本出有按到馬街同樣。甚至我們去大陸去採訪也好，我們去很多的雜誌也好，我們就把它轉載也好。甚至我們把它拍過的過程，我們去那邊也可以了解，把它拍的過程，去能夠透過我們的一些業者來宣導的機會，來跟我們大陸這些所有石斑養殖業者來講。除咗台灣長斑本年大崩塌，行卡太危機係過多年呢，營業處於稀釋，大陸要將同樣嘅針對石斑實施合格養殖的標準廠。在明年的部分，大陸因為我們都是單一市場，所以我們銷售過去。大陸已經在103年就跟我們台灣去訂定，希望我們做所謂登大陸地區的合格廠。其實我們在3年前就講過了，我們跟業者就已經溝通過了，甚至業者說，哎呀，不需要啦，大陸絕對不會實施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們不要做。我們那時候連錢都準備好，要補助業者就像比照甲魚啊。
一般来讲，团差唔多都会离暗暝会经过通土，落去用青叶仔去比上轮蔬菜上轮。台湾清早设施属大陆地区用车厂同中正包装厂等6管理作业优点的系统。像安样所讲的合格厂，要做标准的用车记录、提物料管理、水质检测、经用药物同微生物检验分析，亦得安全查核。汉白385没有做合格厂的等域。石斑鱼真的接续的甲鱼后面，我们在明年受挫了这个登陆要点的限制，我们产业是怎样的状况？可想而知，以目前价格低迷，再加上这个所谓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限缩，如果业者我们没有80%以上人做的在合格厂，我们外销自然会受挫，那相对这产业会雪上加霜。产销履历户哦，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好的，我们当然可以优先来推动。那不过这些所有的你说石斑养殖物全部都能够要做登陆，还没那么快。我们希望还能够有3年的缓冲期。我们还是在跟大陆第一个在跟他们协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比照这个甲鱼场，我们就逐年去协助来他们辅导。5月苏大拍讲，台湾石斑产业还嘛准备好些登陆厂管理，冇办法像同样的安样做，希望同大陆打合3年过後再嚟做。問題係，以下兩岸互通嘅氣氛，還有幾多嘅好談判咯？一就希望政府應該要開發價頭嘅配合國家通路，不應該搶買到一個國家天天。外銷可能要再開闊其他的通路市場，比如說其他國家，日本、韓國、歐美等等。可是呢，目前可能會比較緩不濟急，因為石斑的產業可能也在這1-2年，大概就會做一些轉型，尤其是在青斑這一塊。我們走的是韓國跟日本，這個是做什麼？是做的是冷藏石斑，冰鮮吶。也就是說，有沒有在日本跟韓國市場，他希望的是有沒有比較大的石斑，它可能就是5斤8斤以上的這種大石斑。大石斑的時候，他認為說這個叫做海石斑。既然台灣在石斑的養殖物種、石斑的繁殖技術跟育苗技術，我們跟其他國家來比還是領先的，那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再跨到更高單價的物種，或者是把我們的物種再做得更廣？生產石斑的國家做千都買到中國大陸去，佢不管係賣魚肉嘅，不管佢肉嘅技術好也唔好，最尾就傳到變假死天天。台灣養殖石斑技術適合一等嘢，檢查能擺，還有偏熱冇嘅東西，搬出市場，你開發出其他國家石斑產業冇天錯。